在咱在地前要来讲这个南投草屯镇旭光国中有2个正牛的毕业学生，一个叫陈彦廷，一个叫洪伟俊。因为对修理这佚佗名真有兴趣，伫科技中心的资源协助下呢，成立这个佚佗名医生的南投站，并且训练一群学生做伙参加。成果发表会时呢，特别甲现场参加的这囡仔做伙修理佚佗名，算甲真欢喜。 摕落来吧，将佚佗名拆开，找出各种的原因。这是旭光高中的科技中心，和小主人做伙完成修理的任务。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然后因为跟我的机械的课程是比较不一样的类型，那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。上来要修理的佚佗名包括钢铁人、世代钢琴、遥控飞龙机、火车母，拢是陪伴囡仔大汉的佚佗名。卡孙若是家拼掉地精可惜，所以开设培训的课程来栽培人才，替南投地区的囡仔修理佚佗名。一台不会动的车子放他手上，然后他就是拿螺丝起子拆一拆，动几下，然后突然车子就会动了。那我当初就是觉得很惊讶。陈彦廷邀请朋友组团体，对了进行培训，卖举办比赛，和佚佗名医生南投站会当加做大家交流的好所在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